解生活點滴，多角度展現中國社會特色。中華掠影，星期一至日無線新聞台，追擊社會發生嘅大小事，切身問題，大家都要知。會唔會要我哋自己揞荷包自己整咧？呢個亦都係我哋擔心嘅問題咯。報道娛樂圈動態，緊貼生活脈搏。勁中意呢一種風格嘅歌啦，梗係100分啦！東張西望，星期一至日晚7:35，翡翠台。各位歡迎收睇呢節新聞，我係鄭軒年。呢節先睇下華爾街已經開市啦，即刻睇下美股最新表現。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最新係跌緊85點，報49,51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升3點，報7,402點。轉睇歐洲股市，三大指數個別發展。英國富時100指數升38點，法國 CAC 指數跌66點，德國 DAX 指數跌33點。內地4月份通脹溫和上升，發改委話期內國際原油價格攀升，國家採取調控措施，減低對消費物價嘅影響。受國際能源價格上升同埋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帶動，4月份內地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按年上升1.2%，較3月份擴大0.2個百分點。扣除食品同埋能源價格嘅核心通脹亦都上升1.2%，係4個月嘅高位。期內隨住天氣轉暖，鮮菜同鮮果大量上市，價格按月分別下跌6.4%同2.3%。供應充足嘅豬肉亦都下跌超過半成，蛋類升2.7%。非食品價格方面，受清明節假期、五一假期同埋部分地區春假影響，出行服務需求明顯增加。飛機票、交通工具租賃按月分別上升2.9%同8%，連同旅行社收費同埋賓館住宿嘅增幅都高過季節性水平。美以伊衝突爆發後，國際原油價格同比大幅上漲，超過50%，帶動交通用燃料價格有所上漲。但同時呢，國家採取了臨時調控的措施，國內成品油價格漲幅低於國際，大大減輕了對居民生產生活的影響。有分析認為，內地通脹溫和有利整體消費環境，後市要觀望中央會唔會出台更多嘅提振內需措施。咁未來方面個油價跌翻，咁係咪又去翻負數啊？咁樣咁真係的而且確又去翻負數嘅機會會大咗好多嘅。有增長始終好過冇增長，因為有增長嘅話咧，你會逼咗啲人提前消費。咁而提前消費會唔會影響到未來個經濟咧？咁樣咁可能依家叫即係我哋叫 price in 咗個消費，咁跟住後邊可能會剩一段時間嘅喎。咁樣咁呢個真係唔奇怪嘅。咁未來之後再睇一睇，到時中央有啲咩政策方面嚟講去接手啦。至於反映上游通脹嘅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連升2個月，按年上升2.8%，高過市場預期，見2022年7月以嚟嘅高位。期內石油同天然氣開採業價格按月升幅顯著。國家統計局話，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升，國內部分行業需求增加，市場競爭秩序不斷優化。無線電視記者盧平報道。早前喺北京參加人形機械人半馬比賽嘅機械人，去到福建一個茶園採摘茶葉，一齊睇睇。下來一點，右邊去一點，再回來一點，再左邊。跟隨語音指令完成採摘茶葉，人形機械人展示佢嘅勞動成果。呢度係福建省福鼎市嘅一個茶園，多部上個月喺北京參加翼裝人形機械人半馬比賽嘅運動員代表喺呢一度同人類一齊合作採茶同製茶，當中包括打破咗人類半馬最好成績嘅機械人閃電，佢負責喺山路上轉運茶葉，即使崎嶇嘅路面都難唔到佢。而廠房內參與烘焙嘅機械人，透過熱成像技術監測溫度，同人類技師一齊完成茶葉炭焙嘅精準控制。讓我們豐富了機器人的訓練場景，那我們也看到了機器人靈巧手在未來的更多的可能。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看到還有很多的進步的空間，比如說像手指的捏合面積在採茶的過程中暴露的一些問題，那我們也會針對這些去不斷的迭代和優化我們的產品。
工程師團隊透過今次活動採集數據，希望未來解決茶產業人手短缺嘅問題。無線電視記者黃子傑報道。爆發漢坦病毒疫情嘅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部分乘客已經撤離回國，其中一個法國公民檢測呈陽性，一個美國公民嘅檢測呈弱陽性，另外一個美國乘客出現病徵。世衛話好多郵輪嘅乘客係長者，佢哋就算出現症狀，亦都唔一定係感染漢坦病毒。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部分乘客星期日撤離西班牙自治區加那利群島嘅特內里費島港口。乘客撤離嘅時候，全部着住防護服，佩戴口罩。法國衛生部證實，5個乘搭專機返回巴黎嘅法國公民，其中一個女人喺回國航班上出現感染症狀，到達之後喺當地醫院檢測呈陽性，病情有惡化嘅跡象。其餘4人檢測就呈陰性，目前被嚴格隔離，並且會再接受檢測同健康評估。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話，17個乘搭紅迪厄斯號嘅美國公民搭飛機返回美國，其中1人檢測呈弱陽性，另1人出現輕微症狀，2人被安排隔離。當局話呢17個人會被送往內布拉斯加州一間醫學中心接受臨床評估。英國傳媒報道，20個英國乘客搭專機回國之後，星期日晚已經被轉運到英格蘭西北部伯肯克德一間醫院接受醫學觀察同檢測。當局話佢哋冇出現症狀。另外有2個早前確診嘅英國公民，分別喺南非同荷蘭接受治療。日本外務省就透露，一個日籍乘客已經乘搭英國政府安排嘅包機抵達英國。紅迪厄斯號船長形容過去一段時間充滿挑戰，佢感謝船員同乘客嘅團結同堅強。監督郵輪撤離行動嘅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建議多國政府對相關乘客隔離檢測42日，亦即係漢坦病毒最長嘅潛伏期，但唔會強制執行。世衛強調，漢坦病毒對大眾健康風險好低，唔會引發類似新冠病毒嘅大規模疫情。無線電視記者江川媛報導。菲律賓眾議院通過對副總統薩拉嘅彈劾案。菲律賓眾議院星期一召開全體會議，255個眾議員投贊成票，26人反對，9人棄權，通過副總統薩拉彈劾案，遠超憲法規定嘅1/3嘅彈劾門檻，之後將會交俾參議院審理。英國首相施紀賢因為執政工黨喺地方選舉大敗，面對嘅黨內逼宮壓力增加。佢發表演說，表明無意下台，呼籲黨員團結應對挑戰。英國首相施紀賢當地星期一朝早喺倫敦發表演說，佢承認地方選舉結果對工黨造成傷害，佢自己為此承擔責任。聲言若果工黨處理不當，將會令到英國走上非常黑暗嘅道路。And I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not walking away, not plunging our country into chaos as the Tories did time and again, chaos that did lasting damage to this country. A Labour government would never be forgiven for inflicting that on our country again. 施紀賢話：知道人民對佢嘅不滿，但係聲稱小修小補嘅改革冇辦法應對當前嘅大挑戰。佢話面對非常時期，需要喺經濟增長、防衛同埋歐盟關係作出更加大嘅回應。施紀賢批評喺選舉中大勝嘅改革黨黨魁法拉奇曾經承諾脫歐會令到英國更加富裕、更加安全，話法拉奇將英國玩得氹氹轉，唔單止係騙子，亦都係投機者。佢話將會重建同歐洲嘅關係，令到英國成為歐洲嘅中心。目前有大約40個工黨國會議員公開要求施紀賢為地方選舉大敗立即落台，或者制定離任時間表。根據黨內規矩，需要有至少20%，即係81名工黨國會議員同意，先至可以發動逼宮。工黨國會議員魏善庭早前表明，如果施紀賢唔喺演說入面就下台制定時間表，佢將會收集同僚嘅支持，迫使黨內潛在人選現身，挑戰施紀賢嘅領導地位。英國廣播公司報導，現時取代施紀賢嘅熱門人選包括前副首相韋亞蘭，佢仍然未向施紀賢逼宮。
但係警告工黨只係剩返最後機會改善民眾生活，藉此修補同選民嘅關係。另一個潛在人選就係現任衛生大臣司卓添，據報佢無意成為第一個逼宮者，但係準備好必要嘅時候挺身而出。無線電視記者黃君賢報導。再睇天氣報告。